韩国天团 BigBang 成员胜利近期接连被爆出斗殴、吸毒、性招待等丑闻。昨天11日，又惊爆他和7名男性在群组内共享偷拍性爱影片，震惊演艺圈。胜利随后在 IG 上宣布即刻起退出演艺圈。不过这把火并未到此为止，偷拍性爱片风波又扯出30岁南韩歌手郑俊英，韩媒起底他多次上传性爱影片，受害女性高达10人，甚至他自己就是性爱影片主角，而他在群组内的超渣对话也被公开。据韩媒 SBS Funny 报道，胜利和2名男歌手及投资伙伴等合共8人，共享一个聊天群组，当中曾有人上传多则疑似偷拍的性爱照及影片，其中选秀节目出身的歌手郑俊英涉嫌偷拍女性，受害人数多达10名。据 eToday 报道，有韩媒惊爆郑俊英从2015年底就开始和友人分享偷拍的性爱影片，有一名女子发现后，希望郑俊英不要外流，但他竟完全不理，还在群组中表示拍好影片发出去的时候被抓到了。此时一名龙姓男歌手回称被那个女生抓到，郑俊英才说如果没被发现偷拍的话，就可以装作谈恋爱继续发生关系了。还有另一段对话是郑俊英在群组里分享影片，此时李姓歌手疑为胜利李胜炫问这谁？郑俊英竟称今天在丧礼一见面就做了，我真垃圾。李姓歌手又回在能享乐的时候请尽量，超渣对话让人看了全傻眼。